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本土23102例，新北破8000例。另外，对后礼拜一开始，入境居家检疫缩短到7天。有护理师表示，急诊要验 PCR 民众伤济，重症患者无资源通用，医生呼吁把资源留予真正需要患者。中共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出现伫太平洋，有台湾的渔民看到10外只中国的军舰离渔民干那3公里。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国内本土破2万例，有23102例，有5个县市已经超过1000例，其中新北市是超过8000例。中重症的个案嘛增加25例，有5个人不幸死亡，拢是也未做过疫苗的老大人。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未来隔离也是检疫期间的民众，若是快筛阳性，经过医生判断了后，就会当算作确诊。专家开会了后，就会正式实施。另外，也有一项新的政策调整，就是入境居家检疫对后礼拜开始缩短到7天。国内新冠确诊人数持续增加，初三新增加23102例本土病例，国创下疫情以来过一天的新高，嘛已经连续6天超过1万例。有5个县市超过1000例，其中以新北市超过8000例上济，台北市排第2，有4000多例。前2天比较平稳，那昨天又增加比较多，现在总共的病例是23102人，比昨天成长了差不多3成。另外嘛新增加25例中重症的病例，今年的这波疫情累计已经有300例中重症，新增加的重症内底有5例死亡，拢是70岁以上的社会人，嘛拢有慢性病病史，无做过疫苗。特别注意的是，累计23例本土死亡的个案内底，有超过一半，也就是12例无做过疫苗。这23位当中，有12位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已经超过一半的比例52%，一半的死亡个案是未接种疫苗，那大概将近70%，69%是未完整接种，也就是未接种或者是只接种1剂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社会人注疫苗是重要的防疫工作。目前各县市65岁以上的民众，做第3档的情形，注射率相关的市电工管有超过8成。也若基隆市、桃园市等6个县市，嘛拢有超过7成。不过华东地区注射率是上低，拢无到6成。也若针对有咧风声讲，若做过3档疫苗，而且疫苗的注射率有达到7成以上，上近6月份就会当以快筛取代居家隔离的政策。但市长讲，确实有相关的规划。有这一类相关的规划了哈，但是它变数人多哈，所以有确定的情况再跟大家多报告。不过，陈市长强调讲，未来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人，快筛若是阳性，经过医师的审定了后，会当判定是阳性确诊，已经甲专家有相关的讨论。另外，入境居家检疫的时间，嘛为7到饭点开始缩短做7+7，也就是7天的居家检疫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急诊室是逐工自早起无用到暗，即阵佫加真侪要验 PCR 民众。毋过除了验 PCR， 急诊也佫有其他真侪患者，亲像是心梗塞，也是车祸等等，拢是爱甲时间拼命。所以有医生就呼吁民众，若是轻症也是无症状，毋通快太阳性，就去急诊人客人。毋若爱等真久，真正需要的重症患者可能会无资源通用。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利用社区的体检站来验 PCR。急诊室的体检区办甲登录路线指挥中心已经讲快筛阳性才到病院做 PCR， 按过确诊人数一直升悬的时阵，急诊体检区医院是人真多，造成大量医护人力导致伫快筛阳性甲确诊轻症病人身上，互重症病人医疗照护品质无好，甚至有医护人员逼出，因为急诊拢是病人，造成重症患者只有1名护理师用急救，所无医师用马上来治疗的状况。现在各家医院其实也有外科去支援那些急诊的部门去做筛检，业务其实是还蛮多，必须抽掉他们原本在自己各科部门日常那医疗业务的时间去额外来帮忙。初三下晡，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到联医中校院区视察急门诊的情形，结果发现流程动线也有改进的空间。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主要还是动线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比较多，所以我刚刚有请他们先找警察局再做一些改道的部分，让一般的市民不会跟这个区域的快筛阳性的民众混杂。看起来急诊还是有很多的需求，所以快筛阳的部分的筛检站是分担掉了
急诊的量能，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这样急诊才能真正照顾到需要帮助的人。为着无要互轻重症人参照会，新北亚东病院已经启动急诊分流措施，亲像确诊者是相关风险，会有专人处理，搁限制甲其他医护病人接触。快筛阳性患者是第一关风险，若身体无爽快，会由病院检验门诊做治疗。另外，陪病家属甲一般的民众是规划伫低风险区。我们呢不能把这些病人全部都混在一起这样引起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会有一个绿色通道来协助他们，尽快做完采检之后，看是要回家居家隔离，或者是住院。目前各地区病院急诊体检拢爆量，伊需要呼吁，若快筛阳性了后，需要做 PCR， 其实应选择各地区的体检站，唔通拢客到病院急诊做体检，将资源留予真正需要患者斗阵度过这摆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6岁到11岁囡仔今日嘛开始注疫苗啊！不少家长因为惊莫德纳的副作用重，当咧调度要予囡仔改注 BNT。也若是这移动的辉瑞 BNT 到底当时会到？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2天会有一寡会先入来检查，实际上到底当时会到，也未确定。好，脑子一片空白。脑子一片空白。国校中高年级的学生排队等要注莫德纳疫苗，有的看到真轻松，有的是感觉真紧张。有没有感觉？还好，就像什么冰到？新北市开放囡仔注莫德纳疫苗，不过也是有不少家长未放心，烦恼囡仔会出现副作用，是保持观察的态度。也若辉瑞 BNT 疫苗可能伫5月中会送来台湾，嘛，互不少家长决定要先等一下，先不要互囡仔注莫德纳。因为莫德纳目前看起来国外实证的数据是比较少的，然后 BNT 看起来，因为 BNT 在美国施打比较普遍了。所以 BNT 看起来应该对小孩子是比较安全一点。家长知道之后其实蛮困扰的，就是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因为到现在疫苗打的副作用怎样，那我们都不知道。对，可能就是在多观察看。全台湾疫情加悬，各县市各校小连续启动停课无停学，麻烦移动注疫苗意愿书，互家长来写。目前包括新北、桃园等的所在已经有开放注射，基隆甲台东初四会当注，台北甲花莲初5嘛有开放注射。根据目前回收的一个资料的部分，来看，大概同意有意愿要接种的部分，大概比例占30%。就是6到11岁，我们昨天有施打667人哈。那有关不良反应的部分，那通常这个通报都会晚个1-2天了。也若第6批1106100栋的莫德纳疫苗，初3下晡送来台湾，会当继续提供民众来注。另外，移动辉瑞 BNT 疫苗到货进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2天会送一寡实验用的、甲检查用的入来。也若要互民众注的进货时间是约未掌握。记者综合报道。囡仔注疫苗，家长上界烦恼的就是有副作用。即阵伫咧中华的大城，有一对双生仔注射了后无爽快，有胸腔狭窄的情形，加在无大问题，直厝休困。囡仔兄、囡仔姐比起抢位注疫苗，有诶看起来足紧张的医护人员也耐心按打。儿童疫苗开始做的第2天，彰化大城乡的美丰国小全校40名学生有17人注，另外一间潭墘国小有10名学生注疫苗。也毋过有一对1年仔的双生仔兄弟注了后出现无适应的状况。那检查的结果，就是都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只有这个胸痛的问题。那哥哥是今天早上10点多的时候跟老师反映，他也有这个胸痛的情形。学校表示，经过送医评估了后，无大家由家长带回去休困，其他同学是正常上课。医师表示，若71岁学生注疫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甲大人差不多。虽然少数会出现心脏相关的不适应，不过也是好处大过坏处。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心肌炎跟心毛炎，大部分的孩子大概在3-4天以内就会慢慢自行缓解了。所以，我们基于保护孩子一个最大的利益跟保护孩子的健康，我们还是建议要赶快施打。医师表示，大部分的症状会自行缓解，所以建议也是爱注疫苗。中研院研究员何必雄是引用国外的研究报告，指出健康的囡仔喂着了后，断医甲死亡风险都无悬，敢是爱注疫苗会当以家己的价值观来决定。
美国住院的小孩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有慢性病的，比如说有先天的问题啦，这些家长都要考虑好。所以原本就健康的得病的话呢，其实住院率非常的低。何美凤表示，报告显示风险相对较低，也毋过幼儿毋是零，提醒家长也是囡仔爱好好的考虑。也毋过若讲是有慢性病的囡仔，是强烈建议爱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小偷急进的压力，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快筛阳性验 PCR 体检站明仔载要启用，一天会当验1200个人。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身躯边传出有人员快筛阳性，目前郭文哲本人是快筛阴性，会搁验 PCR。快筛用车来所提供快筛阳性民众，早市者家己开车，亲友接送到场采检，外界关心体检量有偌济。黄珊珊表示，逐工用体检1200人。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预约，因为如果是快筛阳的话，还会有一些看诊，还有刚刚看到的拿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用预约的方式。民众他不用再去急诊室挤，他可以自己比较从容的开车子这边过来。台北市车厂增加4806例确诊。黄珊珊指出，台北市各大医学中心会启动快筛阳性急门诊，做出轻重分流，提药免去急诊室。今天开始马偕医院也加入了一个快筛阳性的一个防疫门诊哈。那北市的医院会陆续来持续的加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列哈。台北市长郭文泰随后快筛阳性，郭文泰紧急快筛是阴性，会先做 PCR， 若随后确诊会以胎代价。另外，民众若被通知是被切测出者什么时阵体检才是上准确，已经指挥中心回应，至少要隔1天以上3天内，这是发病上悬的时阵。新北市车厂增加8278例确诊，邦桥中和新增沙尘暴，较侪确诊者，新北市长侯友宜承认。确诊数还未到上悬的时阵，所以新北市会增加4个社区体检站，全市总共35个体检站。确诊住院的患者，只要医生评估你没有必要住院了，你可以下转到集中检疫中心或是这个居家照护，我们就会透过防疫计程车来帮各位转到集中检疫中心或是居家照护。新北市已经开7个集中检疫中心，有1368房，2177床，提升医疗量能。侯友宜也搁发声中央，让新北市先示范居家转型，都是居家快筛，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第一果菜大卖市场，加共已经211个人确诊，所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是规定讲，对营红11点开始，要快筛阴性才会当进入第一市场。农委会讲，这项政策会先试做1礼拜，观察病例的变化，随时调整。多插一片空的米仔机，搁放入去试工内底拿来，暗时是不是用顺利来上班，都要看快筛试剂顶悬几条线路。伫北农一期做头工作的洪某，摕着快筛试剂赶紧检验，好佳哉是一条线阴性。安尼有较安心无？有啦，我无趁袂使，都系啊，袂当入来啊。暗过咧搬回黄先生卖府早起7点进前去领试剂，伫外口又叫搁买无，明仔恐惊无法度入来。那你明天不能进来怎么办？就工作丢着啊，不然怎么办？他的政策就是这样啊。要咱认为新规定，唔适合大家伫现场验，反倒倒来摕回去验，恐惊防疫效果无好。你快筛要是可以拿别人的，是不是都一样嘛？会有误差啦，会有误差，不够真实啊。北农解说原本拍算互大家入去市场进前搁检，啊，不过评估风险搁较大，才改做早登去做。进场时阵才搁检查。到现场之后，在那边做快筛的动作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脱下口罩，这个对防疫的安全也是非常不理想的。原本车厂透早推动快筛阴性入场，啊，不过台北市市长处表示，中央政策尽管维护宣导，甲发快筛试剂，改做车厂报名11点开始。台北市府紧急调4000支试剂到北农，中央表示先快筛1礼拜。我们大概会持续1个礼拜。我们希望说，通过这样快筛的时候，能够在北农的一个确诊人数有至少平稳，然后希望它能够往下降。
拍卖台头前已经放真侪牛马，即马规定拍卖员甲行销人员画价时阵爱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密切接触。农委会表示，降低拍卖员的风险，将确保一期正常营运。到初三中昼，北农一期确诊人数继续清悬，有211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台湾大学有确诊的学生投诉讲，因被带去会议室隔离，无疫情啊，佫爱困涂骹。即马佫有学生也讲，学校伫咧宿舍地下室搭布棚做隔离室。台大是出面解释讲，这2天确诊甲隔离的人数汹汹增加，空间无够，才安尼应用，只是暂时的。模型会议桌啊，头前是乌帮台大学生王健拍影片，说明家己伫会议室隔离的情形。这个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地板上面铺一个睡袋而已。王健讲4月30中昼快筛阳性，在学校安排防疫计程车去 PCR， 等待时阵学校讲登记学校安置结果煞伫会议室大，后来破文引起卫生局关心。5月7日暗时刷去加强型防疫旅馆，暗过有学生抛出台大一个宿舍地下室用布棚做隔离室的相片，引起讨论。我蛮在意的是，就是蟑螂这种东西，而且还蛮大只的，反正3天都没有办法洗澡的。当初进去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也是确诊者在里面了。台大声明强调，疫情清悬以来，全校拢无停课，学生宿舍是校内上大工作场所，甲所有大专院校共款，拄着安置难题。隔离宿舍容量不够，台大表示，5月初1、初2全校86人确诊，其中学生社团自产群组确诊超过20个学生被扣列的密切接触者，先用安尼阴性，才慢慢刷出去。看起来像是没有准备好的被安置在那边吧。就学校的宿舍空间本来就已经蛮住不下了，那这时候调度上本来就会有一些难度。校园确诊数增加，勉强侪学生转去，台大咧参详包动外地管辖做确诊者的隔离宿舍，初步学期尾进程导致将近1000万。正在是公告定向部分宿舍做隔离加检疫宿舍，5月7日进行完成离舍检查，会退回这个学期全部的大费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染到 Omicron 的患者有99%是轻症，有一寡医师就认为讲，新冠疫情已经发展到亲像流行感冒共款，建议中央爱放任管制。病人若是有症状，食药啊自我隔离就会使，唔免体检嘛，唔免通报。中央甲地方的相关机关是表示讲，会尊重专业医师的判断，不过民众却是有无同的看法。初三本土确诊来到23102例，医疗院所收治量有进步，各地也出现抢买快筛人潮。部分基层医师认为，新冠疫情已经流感化，Omicron 99.6%是轻症，致死率甚至比流感较低，所以建议中央应该放任管制措施，患者有症状食药啊自我隔离都会用的，唔免快筛也唔免通报。还是要回归到以流感的规格哈，就是所谓的第一步骤是疫苗，第二步骤是就诊，然后再给抗病毒的药哈。我们是呼吁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医师表示，无可能无通报，会当为公卫体系负担降载，更会当鼓励着病无数出门就医，对防疫更较有利。那民众是看法不同。现在不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流行了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认同的话，那我就是支持。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重症的那一个，所以能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最好把确诊者的足迹什么的全部都要公布出来。你也会希望快筛？对，要。疫情指挥中心甲台中市卫生局拢强调，社区中其实毋但有新冠病毒流行，也有其他可能引起上呼吸道症状的病毒。所以，若讲基层医师认为无需要快筛，原则上拢会尊重。其实社区当中并不是只有新冠病毒在流行，还有其他的这些可能引起上呼吸道症状或发烧的一些病毒或细菌。所以我想，第一线医师应该都有他专业的判断，然后那如果他判断认为不需要做筛检，我们都予以尊重。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都会给予尊重哈。那但在市府的角度，我们还是要持续提供我们必要的服务，还有一些必要的防疫措施。防疫敢是行到甲病毒共存的阶段，最近引起社会真侪讨论。基层医疗人员淡出新思维，防疫政策敢会得咧转向，全台湾拢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疫情欠悬，华东地区的确诊者嘛一直咧增加。伫咧花莲有2间照护型的机构爆发群组感染，包含黎明教养院已经有71个人确诊，目前拢是伫咧就地隔离。也若是东区的老人之家，病院内底住民甲员工已经有112个人染病。社会处还有我们 CDC 的防疫医师都组成团队进去协助东区老人之家，希望他能够做好他们的分仓分流，做好他们的居家照护。那有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病患就转到门诺医院布里花莲医院去接受治疗。卫生局表示，黎明教养院甲东区的老人之家相关的人员，3档疫苗的注射率拢有90%。目前机构合作的病院都已经出动医护人员到3工，而且嘛有甲病患开药啊。也若伫咧台东，嘛有长照安养机构发生院区的群组感染，目前已经有13个人确诊，大部分拢是员工，而且因即马目前拢是经伫咧院区内底直接隔离。屏东连续2天确诊人数拢挖近300人，泉州、牡丹等等的偏乡地区嘛有个案，因为偏乡的交通甲医疗拢较欠缺。屏东县府请地方的卫生局制定轻重症分流甲门诊，佮有送药的流程，想要确诊，想要确保讲偏乡嘛有能力会当应对确诊者的需求。门口徛牌打快筛已经卖完的广告，屏东牡丹乡因为较偏僻，当地无特约药局，也是诊所，规个乡只有卫生所卖生命剂家用快筛试剂。自开始卖以来，护理师大家拢会接到真侪询问的电话。目前还没有抢购的状况，所以一般大概到中午、下午之后才会陆续被贩售完，就还没有意识到我有需要。为伫山区交通无方便，外人出入较少。今年4月中，本土疫情伫各地拖袂停，屏东几个偏乡也出现零星确诊个案。目前上侪是泉州乡9例、春日乡8例、牡丹甲牡丹乡较少，分别是2例甲1例。为了确保偏乡确诊者会当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县府透过在地第一线卫生所完整评估病情，甲地处隔离者后续问诊，甚至送药。轻症的话，在家里做居隔就可以了。如果是重症，那我们就会转接到就是防疫旅馆或者是医院去就医。原乡它的领药如果有困难，那我们的卫生所还有我们社区的药师们也都会来协助。卫生局表示，偏乡因为医疗资源较无充足，无论是看诊、注疫苗，还是卖快筛，卫生所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透过民众甲卫生所长期培养出来的信任，也会当互偏乡的防疫工作达到更较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讲乌克兰唔只是针对军事设施，嘛保当地游客甲游族，害乌克兰是出现能源的危机，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民众若是想要加油，拢要排几6点钟，而且油价起甲真凶。那乌克兰国内受到影响，即阵罗西亚控制乌海出路，限制着乌克兰粮食的出口，互全世界粮食危机是愈来愈吃力。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车辆排甲落长，有超过1公里远。因为俄军因超工攻击乌国的油槽甲油库，致使目前乌克兰的汽油正严重来欠缺。除了讲柴油以外，就算讲排几6点钟加着油，一个人上介济嘛会当加10公升。不过目前国家是伫这个战争状况，民众大部分拢愿意参雷甘水过冬，度过危机。Топливо привезут,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из Европы.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небольшой цейтнот по времени. Но я так думаю, в тече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не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се наладится. 转去基辅的民众加真济，不少人都爱开车来上班，因为这个燃油欠缺。基辅的市政府呼吁民众都爱把这个燃油让予军事，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有民众强调讲，为着要打赢这个战争，因都是用步练的买当。Можем пешком походить,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Надо для победы все, чтобы военные не нуждались в бензине, все. Ну ничего, потерпим, походим. 因为乌克兰国会取消免燃料税政策，致使汽油1公升对目前36块的台币起到50块，所以嘛引起真侪人来咧排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顶礼拜指控俄军挑工攻击中部重要的工业城市克勒曼族，还有当地油槽。地区除了基辅以外，包含第4大城第内波罗这个所在汽油严重欠缺，嘛显示讲政府会上紧伫1-2礼拜内就会来解决这个供油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农业部伫初二宣布讲，因为线咧遭受到俄军的占领甲封锁，完全无法度运作，所以伫即马开始就要来关南部乌海甲亚速海，包含马里坡和赫尔松4个重要的港口，一直到收复控制权为主。泽伦斯基接受澳洲节目专访的时阵，嘛警告讲，俄国完全控制乌海的航线，想要来封锁俄国的经济，乌克兰有可能会损失数千万公吨的这个五国，粮食的危机会进一步来恶化，嘛会来冲击到欧洲、亚洲甲非洲。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欧盟5月初2讨论对罗西亚提出第6轮的制裁，进口上济罗西亚石油的德国嘛同意袂阁甲因买石油。欧盟是要拼伫咧年底进前完全停止用罗西亚的石油。欧盟嘛警告成员国，若是用卢布买罗西亚的天然气，就算是违反制裁原则。负责拟定对罗西亚第6轮制裁措施的欧盟执委会，当伫咧准备一份方案，要分阶段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而且伫今年年底进前，完全袂阁进口，上紧测试提交予27个会员国。进口罗西亚能源上介济的德国立场未谨慎转做是支持。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进口罗西亚石油占的比例已经为过去的35%降到即卖12%，已经准备好支持欧盟对罗西亚石油实施禁止进口。And of course, rising prices and maybe supply chains are not secure, but it wouldn't hit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whole. So after 2 months of work, I can say Germany is not against an oil ban on Russia. Of course, it is a heavy load to bear, but we are ready to do that. 欧盟的制裁措施需要得到全部27个会员国的支持。尽管是挖靠罗西亚能源的匈牙利甲斯洛伐克拢表态反对。针对这点，执委会可能会对这2个国家，予因豁免权或者是长久的过渡期。罗西亚顶礼拜因为保加利亚甲波兰拒绝使用卢布付天然气的费用，所来切断供应。欧盟能源委员会初2开会了后表示，罗西亚各方面违约切断供应，证明伊是无妥当的供应商。所有欧盟的成员拢应该制定全部去互切断供应应变的计划。强调讲，还有其他代替方法。欧洲能源欠缺的风险要算计。嘛向几个伫咧5月份大海富能源小单的成员国发声，任何为本国能源公司向罗西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付卢布的款项，拢会违反目前欧盟的制裁措施。根据商业法，拒绝付卢布是完全合法的。欧盟能源专员史姆森嘛要求各国爱赶紧伫咧今年寒冷进前，甲天然气的库存减到8成。德国政府最近已经呼吁民众较莫驶车咧，随时关电火省能源，来影响未来能源的介绍百面会起的问题。现在柏林这个有控制温度的游泳池，大声把水的温度降低摄氏2度，人客嘛拢愿意理解。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唔但咱台湾咧欠能，美国甲法国嘛有共款的情形。美国即阵是拄到历史上第2严重的禽流感，今年有超过1900万只鸡仔去互刣死，造成无能的危机，而且钱阁变薄，饲料成本起，美国即阵的卵嘛是贵惨惨。饲鸡场内底健康活跳跳的鸡仔，这是第4代的卵农史利克。伊伫美国加州农场内底，伊用放放的方式，直接饲我买25000只的鸡仔。只是最近，美国遭受到史上第2严重的禽流感，也就是着鸡这的疫情。今年已经有超过3500万只家禽互刣掉。美国农业部建议农民爱互家禽甲留伫个室内，不过无强制要求，安尼嘛，互史利克感觉讲真烦恼。最近的这个通膨压力，更加互这个饲料的成本一直压悬。Bird flu and the health of the birds don't keep me up at night because I know we do a good job. And if the bird flu happens, there's really not much you can do. It is what it is. You just got to accept it and move on. But w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is the inflation. All my costs, all my raising costs.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
联邦政府、汉州政府的这个数据，今年的禽流感已经致使美国商业农场超过1900万的卵鸡死亡，占全国的6%。而且各项成本一直咧起，安尼，互这个情况更较严重。干那靠这个鸡卵起价，恐惊是无法度来制裁。Fuel's up 40%, packaging is up, depending on the packaging, 25%, labor 10 to 15%. So the way we deal with it is we're tied to the market and the eggs that we sell. So first of all, we hope that the market is going to be high enough to cover those costs. If not, we cut labor. 亲像这款情形嘛，发生伫欧洲，法国爆发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禽流感疫情。从去年的11月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杀活1600万只的家禽，差不多有8%的卵鸡互杀掉。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嘛遭受到调价制影响，加上俄乌战争打乱乌克兰的货物送去中东欧洲的供应路线，安尼嘛，互卵价一直起悬。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西南地区这2天拢受到天灾霜冻，新墨西哥州的野火已经烧灭1个月，即阵阁因为透强风，火势是愈炭愈快。当地政府赶紧撤离几落千的居民。若是伫德州，车因嘛因为加利亚风阁减死呢，好佳在是无人伤亡。真大加利亚风吹伫画面中央，不时也发出雷公声甲声呐。美国德州西部一座小镇，当地时间初一，互加利亚风侵袭，居民迄落现场画面，远远看拢感觉真寒。这场加利亚风破坏几座沙丁人的厝，卡车也并倒伫涂骹，好佳在无人伤亡。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初二已经对德州西部发布红旗警告，指出因为强风大扫甲气温等因素，爱严防火灾发生。我近的新墨西哥州是已经面临野火威胁，当地礼拜二吹起时速64公里的大风，互已经烧伫要1个月野火再度真紧炭烧。小牛国已经烧掉伫要5万公顷的土地，等于是半个纽约市。新墨西哥政府连2天紧急撤离数千民众。I got up in the morning at 6, and at that time the smoke was still miles away. By 9 o'clock, 9:30, the smoke in the valley was so thick you needed a butter knife to cut through it. There's some bad winds coming up. Wednesday night, Thursday, really strong. So it was, if they don't contain it by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e in real trouble. 这场大火到今已经烧掉数百栋厝，也不过因为风势变化伤紧，增加抢救的难度。消防员又原咧甲野火奋斗，好佳在目前无传出伤亡。科学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今年美国西南地区的野火来得更较早，也炭烧甲更较快。公视新闻邱婉莹编译。中国海军最近有节活动，日本的防卫省就表示，5月初中共的航空母舰辽宁号甲7只中国的军舰对东海通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咱台湾的渔船昨晚伫咧钓鱼台海峡，看到10多只中国的军舰，离咱的渔民敢若3公里。国防部是表示，对这个军舰的动态全部拢有掌握。然后告诉我们说，大概在北纬25度56分，哈。东经124度47分，这个海域有发现大陆它整个航母的那个战斗群。苏号顺福鱼83号初二早起8点外回报南洋渔业电台，指出中国航空母舰伫台湾东部外海钓鱼台海峡附近，还有日本舰艇对着后边疑似就是金钟辽宁号。这摆渔船甲中国舰队的距离只有3公里，应该是史上上近。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不再影响到我们渔民座位的范围之内也希望他们有所节制。辽宁号出现在东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初二表示，辽宁号搭救援初二甲护卫舰上淡号，空港自实行飞弹驱逐舰郑州号会合了后，行向西太平洋，海巡甲海军拢出动去侦巡。国军都会依据突发状况的处置规定来监控应处。辽宁号顶8只军舰行向太平洋，学者分析，辽宁号每年4月拢会年度远海机动训练，今年搁加2只空5-2驱逐舰，提升辽宁号对空反舰甲反舰能力。这摆演训可能目标伫区域防空作战。
辽宁号航舰它目前能力是比较接近是一个护航的航舰，包括南昌舰，还有它的动武2D 的这个就是所谓中华神盾舰，就会扮演这种区域防空角色。中共航母编的阵容愈来愈大，第3只航母可能下半年就落水，国军继续强化海上战力，这只多工级顺路舰按算2026年完工，其中有5只会先在2023年完成交艦。记者综合报道。中美洲的尼加拉瓜进前甲咱台湾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即马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议会议长，无甲议会讨论过，就宣布要支持一中的声明，佮甲官方网站顶悬替台湾参加 WHO 声明提调。针对这件代志，外交部是表达强烈的不满，佮批评中国打压的行为实在真恶劣。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去年12月才甲咱国断交，转向中国。结果最近中美洲议会尼加拉瓜籍个议长奥德加，无经过议会讨论，就家己透过议会社群平台发表支持一中声明，呼吁中美洲统合体系立志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参与，引起真大风波。真济机关公开反对，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抗议。奥德加议长未经议会讨论的合法程序，一意孤行，护从集权外力，径自发表背离事实的政治声明，不仅严重损及我国国家主权和利益，也侵害了中美洲议会其他国家议员的民主权利。台湾是中美洲议会甲中美洲统合体观察员，若讲家己中国可能影响咱国参与，也毋过包括瓜地马拉等友邦议员拢联合拒绝，表示奥德加的一中声明无代表中美洲议会立场。根据了解，奥德加最近一直有动作，甚至将中美洲议会23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声明，为官网摕落来，破中国的意思真明显。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人生最满足的境界，不是在关心自己而已。WHO 世界卫生大会2日将要召开，外交部以纪录片手法到非洲，实际翕医疗团伫当地的真实样貌，彻底推出原来的朋友医疗底片，展现咱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能力和决心，佮翻译几啊国的字幕，争取国际社会支持。那外交部我们跟卫福部呢，我们会全力争取来与会，那我们也展开了相关的这个筹备的工作。今日包括美国国会甲各界交界拢挺台湾参加 WHO， 也毋过到目前为止，咱国拢还未收到邀请函。外交部强调会继续甲友邦参理两瓦经国家密切沟通协调，以凝聚上大国际共识甲支持，稳健积极推案。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当年使用17万吨的纸壳啊、纸杯啊，不过却是有10万吨拢无照法律来纳轻度处理费。为了纳管这寡无登记的业者，环保署是按算要修正办法，要求纸壳顶悬拢要印 QR code， 安尼才会当找到生产的业者。民众把纸壳洗清气了后，摕去回收，会当过处理，分做是塑胶甲纸浆的原料。为了补贴奖励有人去做回收，也有过处理过。会先甲制作的责任业者收回收轻度处理费，不过因为地下的工厂太济，超过一半做纸壳的工厂拢无先纳钱，减收的钱估计有到5亿，互合法经营的业者根本就无法度甲这些下价非法的业者来竞争。对我们这些诚实缴交的业者，确实存在很多的不公平啊，包括竞争啊，这一些，因为他们追取的价格竟然根本有成本上的差异。要互所有做纸壳的业者，拢会当依法来纳轻度处理费。环保署按上要求业者伫产品顶悬印专属的 QR code， 那安尼就会当甲无登记的业者纳管，嘛会当捉到源头。制作的业者若是违法，会罚6万至30万的罚款。现在的补贴费率也是高于前端的收费费率。这1-2年确实回收量是有大幅的一个成长，但是前端的责任业者没有如实缴费，所以造成了这个有这个一定的这个黑数。目前的法令敢若有罚制作纸壳的责任业者，若是一般的店头使用无印 QR code 的纸壳是袂罚。不过制作的业者若是挑工要闪过追查，恐惊嘛是掠无。针对这点，环保署表示，已经伫评估敢是要进一步向更较源头来追查，也就是伫纸壳内底涂一烟塑胶膜的业者扣相关的费用，为源头甲原料来处理。环保署初3公布实施这个修正的办法，业者要伫3个月内完成标示。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台湾人爱食鱼煲啊，认为讲会当补充钙质。不过，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亚洲7个国家所生产的鱼煲啊，拢有验到塑胶优劣啊，其中是日本的鱼煲啊含量上介侪。
鱼脯仔是定定会当看到的食材，想袂到食鱼脯仔嘛会食到味塑胶，也就是塑胶的幼粒仔。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收集亚洲7个国家14项鱼脯仔的产品来研究，结果所有的鱼脯仔拢验出微塑胶的成分。日本、中国甲斯里兰卡是头3名，台湾甲泰国相对较少。其中日本的臭肉温一尾鱼脯仔就有2粒塑胶幼粒仔，台湾的丁香鱼脯仔平均爱食31尾才可能食到1粒。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小鱼都含有微塑胶，这是一个最大的。跟过去的研究，大家都以为，只有牡蛎啊、文蛤沿岸会有，但是这些很多鱼类是居住在比较大洋性的水中，竟然也有这些微塑胶都跑到它里面。对显微镜看，会当看到哺乳动物当咧食塑胶幼粒仔。这种哺乳动物是细尾鱼仔上爱食的。其实海洋的微塑胶拢是搭入去海内底的塑胶粪扫，也是排放的废水分解出塑胶纤维佮脆片，经过食物链，最后转来咱人的食饭道。主要是累积在内脏，还有它的肠胃，还有腮盖。洪庆忠表示，虽望微塑胶影响人体健康，也未确定，因嘛是爱呼吁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用品。若无，这个含有微塑胶，也是会食入去咱人的腹肚内。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咱台湾的往来，所以各地头拢真拍拼要找出新的市场。即马毋但日本、新加坡，连本来的超级市场，拢会当买到咱屏东的往来。屏东凤梨，一箱一箱的往来，从27个货柜带甲甜甜甜，一寡钓时个大粒的往来是准备要外销，送去到文莱。这几年有持续的跟这个文莱的这个进口商跟他们一起做这一个合作，那他对台湾的水果也非常有信心，他们也希望说到之后，那可以在那个市场可以铺到各个这个超市的通路。自从中国伫咧去年禁止进口咱的往来，全台各地拢想尽办法要来拓展国内外往来销路。即马毋但外销去日本、新加坡，佮透过国际贸易商斗直接，将屏东6栋外往来拍入去文莱的超市销路。试寄过这个一批的这个凤梨，大概50箱左右过去。给这个文莱的市场回复过来的这个反应其实非常的好那就刚才我们郭董所讲的，这个他们的国王说没有吃过这么甜的水果。在这样子24节气的孕育之下，跟我们台湾农民的技术这样所生产出来的凤梨我相信一定可以累获那全世界甚至更多国家人民的味蕾。透过在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招农民种出高品质的往来，佮有国际贸易商合作，希望伫咧文莱超市会当拼出逐礼拜2货柜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正在严重，嘉义的中嘉病院中医科的研究团队就研究出一款落喙药水，会当降低病毒对喙孔传染的几率。即马嘛摕到国家新创奖的认证。甲药水倒伫杯仔内底来落喙，嘉义中嘉病院的中医研究团队利用中药成分研究出一种落喙的药水，会当降低喙孔甲新冠肺炎病毒的结合。这个金口液的成分最主要是以红茶为基底啦，加上一些中药然后用特殊的制成然后把它制造萃取出来啦没有刺激感，就是会有一种茶香的味道这样子，然后带点甘甜的回甘味。研究团队指出，新冠病毒会利用表面的脂肪白来渗透，喙孔内底的黏膜都有真侪脂肪白接受体。中间研发出这种落喙药水，要来减少喙孔内脂肪白接受体的表现，阻挡病毒为喙孔传播。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那个 COVID-19 的急重症收治的医院我们需要照顾非常多的一些急重症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很多的医护人员在使用这个东西之后呢，目前都还没有人有确诊的情况。这个落喙药水伫2022年底得到18届国家新创奖的肯定。不过，中间研究团队强调，病毒除了胃嘴以外，目睭、鼻孔嘛有可能受到感染，所以除了正确的防疫习惯，民众也是爱赶紧完成疫苗的注射。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托儿中心的防疫政策较严格，若是有一个确诊，就要全面暂停营业，搁爱退恢复家长。不过员工的薪水搁有厝税共款来支出，服务业者实在真烦恼。今日业者就讲立委做伙开记者会，希望中央会使斗相共。疫情拖到幼稚园，教育部统计已经有1000多个幼稚园确诊案例，保护幼稚健康，亲像托儿中心就有较严格防疫指引。若有一个确诊案例，就要全面暂停营业。但是员工的薪资、厝税等等，也是爱付，连带搁爱甲费用退互家长，业者实在真烦恼。要复课的时候是10+7，他17天这个员工才能上班，可是17天的薪资要由我们来承担。按照行政院消保出的公告的定型化契约是要退50%的。老师的薪资不用去算，我们只要是退费给家长的部分，就大概10万。5岁以下的囡仔目前也无新冠肺炎的预防针通好做，快筛试剂也真抢市。业者表示，希望中央会使提供托儿中心快筛试剂，针对红婴仔体检，也希望会使提供喙脯体检来替代。我们全国补助了1229家，4.5亿多的一个纾困。那今年如果因着疫情的影响，那我们还是配合行政院整体的纾困政策，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积极为托婴中心的业者来争取。政府提供快筛剂给托婴中心，或者说提供托育快筛剂给儿童，我想这个就是整体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划，我们都会来配合办理。卫福部表示，托儿中心防疫指引修改目前正在进行，但是业者讲去年有纾困是因为3级警戒，若是今年无纾困要安怎？卫福部表示会甲意见早登去建议。记者郭根张水台北报道。新竹科学园区去年的营收是超过1兆5000万，是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重镇。为着方便伫咧园区内底上班的家长会当放心做工课，搁会当接送囡仔。竹科的管理局就成立园区内底头一座非盈利的幼稚园，按算8月就会开始招生，要收302个幼囡仔。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表示，去年园区整体营收参出口拢创下上悬纪录。为了要互伫园区上班的家长安心，园区内第一间非盈利幼稚园，按算今年8月开始招生，真侪家长真期待。平常我们早上上班的时候，还要把小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去，可是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上班把他带来，然后下班可以把他带回去。其实对员工从业人员来说，我们家长是认为对我们是非常方便。新竹县市的生育率好像是全国排名前几名啊，所以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呢，对于这是园区就业的一些家长的需求应该是很高的。幼稚园第一年要收302个2岁至学龄前的幼囡仔，受到疫情影响，说明会改用线顶的方式，让家长了解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明年的8月份有第2座的非营利幼儿园会启动，我们希望能够满足部分园区从业人员的需求。幼稚园未来学费每个月平均收费2000块，唯一条件就是必须爱在园区上班的家长才使申请。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世界真心色，商业化的太空火箭发射，大家拢爱控制人物的成本。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是想办法要互推进器会当家己转去发射基地。另外一间美国的火箭实业性公司是用伫咧空中用直升机甲推进器的降落伞交调的方式，伫咧台湾时间初3早起，业者已经伫咧纽西兰外海测验成功。后面叫做电子的2段式火箭，伫发射成功了后，按照原本的计划，将国家客户委托34粒小型卫星送到基地球轨道顶悬。不过，这是第1载火箭的工作。第1载推进器伫成功过程中脱离了后，火箭实验室公司是做另外一项测试。After separation, it will coast on up to apogee, do a flip, come in engines first, accelerates for a while as it comes in, and then decelerates, getting very hot in the process. Once we're down to about Mach 1.5, we'll activate a mortar, which will deploy a drogue parachute. That will slow it down further, and then when we're down to 2 or 3 kilometers altitude, we'll extract the main parachute, which is a big 18-meter ring sail, and that will slow us down to a fairly modest velocity of about 10 meters per second. 按照原本的计划，业者用一架 S-92直升机伫推进器落在海面进前，用挂钩交推进器的降落伞，然后送去边的普通式直升机起降平台。
国高成功交着降落线，伫任务中心的员工拢拍破欢呼。啊，毋过规标证了后是验出一点小状况，原来是直升机驾驶发现到了后的负载重量甲进前测试有差别。为安全，就放电挂钩，互推进器落入海中。由另外伫边仔准备的船只做回收，号名做电子的两段式载运火箭，是业者研发的第一种太空发射载具。为2017年第一摆升空以来，已经有16桩发射任务，其中23桩成功，成功率接近90%。大部分是替客户发射各种卫星，或者是科学实验。另外，用中子号名第3代火箭，目前也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除了伫重量更较大，也计划载太空舱，乘做载人去入太空的交通工具之一。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19度到26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